后来继续来关心台南区议会理事长林士杰，互人开枪死亡。今日是这个灵堂开放的第一天，台南市警察局的局长廖宗山一透早就去念香致意。廖局长7月16就要退休，伊希望退休进前会当来破案。讲案情有进展，警方伫嫌犯逃亡的第2台车的车顶发现一个喙罨，送 DNA 比对，已经锁定对象。立委林俊宪、民进党台南东北成员行入灵堂，台南市议会理事长林士杰向开枪拍死了后，按法律的时间开放念香。一透早，各界代表前往致意，也有台南市警察局长廖宗山。我当然是希望退休前破啊，但是我们是尽量去办嘛。所以是掌握了，还是目前还在清查啦。无举行告别式，嘛无公祭。今日开始到后礼拜15更的时间开放念香。在这个同时，台南刑大证实，在嫌犯等伫高雄佮破验生的第2台车内底，发现敢若使用过的喙罨。第2部车的这个里面的地方采集到找到这个口罩，从口罩上面采到相关的些微的基证。各处我们都有在采集更换的交通工具。那目前实际上呢，这个部分我们也仍然是在调查。为证据内底比对出一个敢若捌犯下刑案、手印红建立档案的特定对象，是讲嫌犯将车单的换做汽车，传出有可能遭往便当。马后熟悉海巡的业务人员烦恼讲，有可能已经在破敌船转运到中国大陆。目前的影像我们也有给这个中部跟北部像海港还有机场，我们都把一些影像，其实在礼拜1、礼拜2，我们都早就已经给了相关的海巡单位，严防他们偷渡。有没有在国内或者是偷渡到国外？目前我们还正在调查。中南部沿海接款的破敌船，因为会当嗷嗷的收收起来，体积真小，天开了后就会当伫海面上行。虽然讲当着大海洋较高标准，也毋过就行一正做偷渡的工具。今也有其他强犯，警方将会继续扩大追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